平身吧。谢娘娘。从今日起，你要接受邱公公的严格训练。3月期满，如果还不能让哀家满意，别说和琪儿的婚事不成，就连你，终生不能踏入京城一步啊！太好了，我保证不会再回来。要不我现在就走吧。哎，不过你得让三老爷放了阿果。放肆！姑姑，你别听他的，他就想偷懒。皇后娘娘，您放心，这些年在老奴的手下，就没有不受教的。把他交给你，我放心。嫣然，咱们走吧。恭送皇后娘娘。有你笑不出来的时候。打今儿起啊，我要教你皇家的品德、辞令、礼仪、女工，教你行莫回头，语莫翻唇，坐莫动膝，立莫摆裙，喜莫大笑，怒莫大声。你呀，要好好的学，好好的受着。不过我看你现在这副德行啊，你要想学好，那也是难呐。这呀叫处变不惊。你个死丫头，你找我打呀你！你找我打呀！哎呀，打不着！讨打！女人呐，得知道遵从3从4德。这3从呢，是未嫁从父，继嫁从夫，夫死从子，还有一个4德，就是妇德、妇言、妇容和妇尊。听着啊，你讨打呀你！公公，我听说的3从4德可不是这样的。3从呢是老婆命令要服从，老婆出门要跟从，老婆讲错要盲从。4德呢是老婆化妆要等得，老婆花钱呢要舍得，老婆生气呢要忍得，还有老婆生日要记得。不是，这哪儿来的歪理邪说呀？这是你讨打呀你！我让你跑，我让你胡说。小鸡讨打呀！公公，我错了。你知道错了？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听说这皇宫里经常有冤魂。冤有头债有主，有什么事你千万别来找我呀！
是什么啊？咦，酒？哦，是药酒。这谁会这么好心呢？肯定不是圣诞老人。超人，独孤超人，一定是他。小秋子，在。你教那个尹晴柔也有一段日子了吧？不知其可有长进呢？这为何吞吞吐吐？哀家不是让他每天多练字来着吗？拿来我看一看。是。这写的是什么？诗词呢？他写的是挖掘技术找蓝翔，一节更比六节强。韵脚倒是押上了，什么意思？老奴也没弄明白。女工呢？再拿来我看一看。是什么？好像是鸳鸯戏小鸡。宣尹清柔上殿。哎，宣尹晴柔上殿。你自己说说，这些都是什么东西？皇后娘娘，我觉得我做的已经不错了，我可是零基础。一无是处。皇后娘娘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可就不赞同了。我会的东西可多了呢。你自己说说，你会什么东西？我啊，什么洗衣做饭煮咖啡，砍价拎包背台词，哦，我都做的可厉害了呢。你说的这些，哀家都没有听过，你分明是在狡辩。小秋子，在。带他出去，先跪2个时辰再说。给我好好治治这张利嘴。是。皇后娘娘又跪呀。走吧，别再让老奴亲自动手了。哎呀，热死了！什么嘛，古代人天天闲着没事儿干，动不动就跪。我可怜的膝盖啊！我今天回去必须缝个棉貂，以防万一。难道古代真的有圣诞老人啊？想什么就有什么。难道又是独孤园？真的好感动啊！没想到我真的有这么一个神通广大的朋友，在宫里都有后门。跪久了腿麻了，我稍微动动。